2档外来疫情，和真侪活动因此暂缓举办。台南市东区蓝天府连续举办40多档的元宵晚会，也因为这个原因而停办2档。不过看到最近疫情渐渐趋缓，庙方经过开会讨论后，决定在2月5号恢复举办元宵约定卖活动。咱蓝天府将月15的元宵点灯祈福活动呢，伫这疫情已经2年无办啦今年拄好咱政府开放会当配合着这个政令来宣导。当时呢，咱的元宵这个办到今已经40年咯这个点灯祈福呢嘛25年啊，会使讲是真有一个意义的这个电灯起火活动。今年晚会除了有约定卖以及4重天降以外，另外还有规划抽奖、歌唱比赛、八头变脸，并邀请苏静文老师指导的格格走秀，为活动加添趣味。咱的元宵点灯祈福呢，有这个节目，元这个歌唱还有这个灯谜、食圆等等毛大奖上大奖的，有这个机车当时呢，今年个特别无同的意义，就是咱的张主委志忠呢，伊的夫人呢，也要来这个参加表演这个格格走秀啦会使讲嘛是一个真好的活动当时伫遮也要邀请所有的先进大德莅蓝天府参加有这个意义的盛会。蓝天府主委张志忠表示，为了防疫，2档无举办元宵晚会，所幸近来疫情趋缓，活动会当恢复举行，也欢迎喜欢的信众踊跃来参与，做伙来欢喜过元宵。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